会当圆满来进行。本来应该要由好家官在此向咱大家一一说道谢，可是失去了天伦之乐、父亲之爱的心痛，有真侪感谢的话无法度一一来表达，所以由着互学代表着好家官向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同修道亲、亲朋戚友致上了12万分的感谢。来，一起讲，感谢您，感谢再感谢。在此，敬盼望咱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亲朋戚友，会当秉持着过去对爱家的照顾，搁再甲因提携照顾、栽培成全，使因会当在社会上发挥着因的才能，为这个社会贡献着因一点点的心力，在道德上会当更加真正的修办道，来代天宣化，替天行道，来行功立德，以各为咱老老大主在天之灵。最后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事业顺利，道路方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一起讲，请各位各机关团体公殿。首先，咱来邀请万孝全生命礼仪公司主典者由咱张邱先生请引。